大家好，歡迎收睇 HKTWC 嘅風暴速報，我係 Casper。西北太平洋今年嘅第一個熱帶氣旋即將生成，佢嘅未來發展路徑會係點呢？而佢對香港嘅影響又大唔大呢？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啦。天文台喺特別天氣提示指出，佢哋會視乎佢嘅發展速度同埋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嘅時間，最早喺星期二晚至到星期三初時發出1號戒備信號。另外，佢哋都會評估係咪需要喺星期三稍後至到星期四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我哋先嚟睇下 92W 嘅最新情況。目前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概係20至30公里每小時，氣壓係1002 HPA。佢而家集結喺呂宋以西，香港東南偏南大約800公里嘅位置。而 JTWC 美國聯合颱風警報中心指出，系統西部邊緣存在一個廣闊而且部分暴露嘅低層環流，伴有對流雲團嘅爆發性發展。我哋先嚟分析下 92W 目前身處嘅環境。目前南海中部嘅垂直風切係10至15 knot 左右，處於中低嘅水平。但係由於現時南海嘅海水溫度係比較溫暖，大部分地區都達到29至30度，加上已經有半年冇熱帶氣旋生成，海水潛熱都係會比較高嘅。而家西南季候風已經相當活躍，可以提供充足嘅水氣俾呢個低壓系統發展，因此 92W 係會持續增強嘅。但係由於 92W 嘅環流係比較大，相信佢係會以季風低壓嘅形式發展成熱帶氣旋。而根據以往嘅觀察，季風低壓係需要比較長嘅時間整合，先可以出現到明顯嘅增強。由於 92W 距離陸地比較近，因此我哋預料佢爆發增強嘅機會係比較細嘅，而最終嘅強度就好視乎我哋接下來會講嘅路徑啦。我哋再睇下 AI 模式同埋傳統模式嘅預測。歐洲模式係預料佢會先移向雷州半島一帶，喺登陸前轉向東北移動，移近珠江口，強度係喺熱帶風暴至強烈熱帶風暴之間，而且佢嘅環流係會比較巨大嘅。而美國模式預料呢個熱帶氣旋係會發展得比較快，喺距離香港比較近嘅位置登陸，呢個路徑係對香港嘅威脅比較大。但係英國模式同埋歐中嘅 AI 模式就預料呢個熱帶氣旋喺橫過海南島嘅中南部之後會移入北部灣，咁佢就會距離香港比較遠，強度亦都會較弱嘅。而家顯示緊嘅就係歐美嘅集成預報，可以見到登陸地點係喺珠江口至到海南島嘅南部一帶。但係而家電腦模式係對 92W 嘅登陸地點係未有共識嘅，但係可以清楚見到移向珠江口附近嘅路徑係因為受到較少嘅地形影響，強度都會係比較高嘅。而如果 92W 生成嘅時候就登陸海南島，地形就會影響到佢嘅發展，強度亦都會較低。所以佢最終嘅路徑係好視乎佢現時嘅動向同埋整合之後嘅位置。綜合以上嘅評估，我哋預測天文台發出1號戒備信號嘅機率係極高。即使而家嘅路徑係存在一定嘅不確定性，由於 92W 係有季風低壓嘅特性，就算佢距離香港比較遠，香港都會受到一定程度嘅風雨影響。而根據 ECMWF 同埋 GFS 嘅預測，香港離岸同埋高地有較大可能受到強風吹襲，3號風球嘅機率係中等。而家講8號風球嘅機率，對目前仍然係言之尚早。我哋會喺之後嘅影片同埋貼文再同大家分析嘅。最後我哋睇下香港天文台嘅最新預測。天文台預料星期5同埋星期6香港係會有狂風驟雨，海有湧浪，離岸同高地嘅風勢達到強風程度，而實際天氣惡劣嘅程度就要等熱帶氣旋生成咗先知啦。以下就係今次風暴消息嘅總結。現時位於南海中部嘅熱帶擾動 92W 會逐漸發展，並且喺未來幾日移向華南沿岸一帶，而佢嘅路徑分歧仍然係比較大，登陸地點喺珠江口至到海南島一帶，預料佢會穩定增強。至於對香港嘅影響方面，現時我哋評估發出1號戒備信號嘅機率係極高，3號風球嘅機率係中等。但係無論最終嘅信號係點，
香港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嘅天氣情況都係會比較惡劣，大家出門口前要留意最新嘅天氣情況啦。今次嘅風暴消息就到此為止，臨走之前記住撳返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HKTWC 香港颱風預警中心，我哋會同大家密切關注住西北太平洋嘅最新低壓活動情況，有消息再同大家以貼文或者影片嘅方式報道。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